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伫开始伫敬拜进前，咱是安静咱的心，只是邀请圣神充满伫咱的心中。咱做伙先来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咱只是要注目伫你的面前，全心全灵拢献互你。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好听你的声，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好听你的声。所听，放了家己，互你隐藏。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光，有你隐藏，我拢总免惊。你的手是轻靠我，你永远会帮助我。为家己来向主来祈祷，求主帮助咱未来道路会当对主来同行。不管是伫生活中，也是伫工作、学校的时，拢求主帮助咱。因为咱的天父时时拢会保守看顾咱，只是咱做伙开喙来祈祷。主为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咱将咱家己的需要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感谢甲学乐，感谢主伫这礼拜的保守甲带领，嘛感谢主无限的稳定甲阻碍，咱只是来向主来献上感谢甲学乐。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伫咱历史教做咱力量，也为咱准备未来道路。感谢你对无限的稳定甲阻碍，是公义、信实、永无改变的上帝。主啊，我感谢你，能陪伴在咱的身边，也所安排的一切，咱们也无乐亲像你的名，直到永远。咱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求，阿门。线正咱嘛为教会来祈祷，求主帮助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让咱更较认捌主，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嘛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帮助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愿意互受造就，热心传福音来祈祷。咱做伙开声来为教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咱将阮的教会拢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你帮助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也成做一个主所喜爱的教会。我们会当更较认识你、亲近你，因为阮相信教会毋是我靠实力在。
着教会牧师、长职、小组长以及所有的同工的属灵活命甲健康来祈祷。咱做伙开声来为着牧师、甲长职、小组长以及所有的同工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赐我智慧，让教会牧师、小组长、咱牧师、保守跨过今日的礼拜，咱有信心充满伫咱的心中，嘛为今日夏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求主安静咱的心，互咱能做伙来领受伊的话语，咱做伙为今日的礼拜来向主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愿您就工作以及所有的今日的礼拜当中，大家主跟阮同在。
要做伙来欢呼主。你是嘛邀请下姊妹，甲彼仔来讲，欢喜甲你做伙来学乐主。看到一切尊重甲学乐的主，咱要做伙来歌舞耶。主
是咱来吟信诗18首，我心俄勒上帝。我心俄勒上帝，主愿愿我的悲，天地万物撒卡林下，俄勒伊大出名，秋波灿烂水中，有穷大海观霜，天命一端端明明的，明爱公义交转，我心俄勒上帝，世间情人的悲，空中未将临时出下，俄勒伊大出名，溪水草木清水，光辉过去的水，日光就来，凉风吹来，公义大仁爱，我心俄勒上帝，天的本对自己，虽然排难将心中天，公义稳当的行，成功临港的酒，那春天的自由，天的高位下做一个灵光归的上帝。哈利路亚！感谢天顶的主管的上帝，感谢你，阮这个福分，对年头到年尾，阮持守来到日主你的面前，是为着要雕见你荣耀的面，是要看见你的荣光，是要领受对上帝、对创造以来所享受的世间一切福气。主啊，阮是有福气的百姓，因为阮来敲吹。阮来追求，阮来渴慕，阮来仰望上帝你的怜悯，甲你的疼。阮本是有罪的人，阮本是无应该、未配得，来承受这款的恩典。总是主耶稣基督向世间人，将救恩临到伫阮，互阮会当对土地中、对罪恶中得到透放，所以，阮是你所疼所属的百姓，是你的囝儿，所以，阮来到你面前调见你。若是要感恩而乐，阮也要伫你面前，搁一遍通过你的话来三甲得到学习，也要领受你予阮无限的恩典，真侪阮的快乐，伫阮的生活社区中来做见证，被上帝愿阮今早起所有的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互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拢知，阮甲主的关系是透过圣神的引传，求你开阮的心门，互阮明白你对阮的启示、呼召甲赏赐。愿你的平安甲阮三甲伫地，也带领要伫路中的兄弟。大家顺遂平安，甲阮到伫这个所在做伙同心敬拜。伫你面前祈祷恳求感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且由阮徛地，三甲来坐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一日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
我神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各位兄弟姊妹，咱要煞接下面的听书吼。牧师甲咱邀请，小等的牧师讲道祈祷了后吼，咱有要举行今仔日的这个祈祷，迄个异地的祈祷。异地的祈祷是大家当心伫主面前谦卑求讨，愿上帝亲自应允咱伫伊面前的恳求。所以咱伫讲道后吟诗的时阵，大家唔免客气。无论你是有肉体上的病痛，还是你有亲人，你爱关心伊得到医治，还是你的心需要主的保守平安，拢会当到面前。也咱请所有的小会员咱的即个带导团队小组长教师，大家出来做伙服侍，望咱大家人当心的祈祷，圣神快乐甲咱同在，上帝应允咱的恳求，咱甲一时间交互咱的师会。咱三家来启应，我来启，请会众来应，着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下万国。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尘埃提拔善车人，互因甲贵族摆做伙。伊互未生的妇人人有大家庭，着称赞上主。请咱三家额头来祈祷。尊贵荣耀满有能力权柄的上帝。感谢你使耶稣基督伫马槽降生，为着阮的罪受苦死。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来见证上帝你的大能，是超过生甲死。你的话语是充满能力、智慧的，你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的，并无求报答。你用耶稣的降生过活，提醒众人。你是独一的上帝，你也是生命、真理、道路的主。只有伫耶稣的保护内面，阮才会得到丰盛、坚固甲平安的生活。学死对你来的疼，求主，互阮学死用你的疼来疼人、关心人，互毋捌你的人有机会会当来认捌你、领受你的疼。今仔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感谢主，互阮有份伫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做伙迎接2025年的来到。求主为着伫头前底带路的牧者、长老、中职甲牧区长、牧区的小组长，甲团队服侍。一群恬恬咧服侍的同工来祈祷，求主看顾保守因的身体、家庭、工作、囡仔，互因伫为主的福音咧跑走时，并无挂虑。求主赏赐教会退休的牧者的生活，求主纪念因为着福音的辛劳甲付出，互因咧退休后的生活祈祷。更加有快乐，求主看顾教会中当受洗兄弟姊妹的信仰，
生活，互因伫明白主的过程中坚固因的信心，互因有新的活命，伫追求主的过程中无摇错，也保守教会中的细汉囡仔的成长、性命祈祷，求主进入因的心内，来行头前的道路，互因伫成长的过程中，拢有耶稣伫因的生命中坚固因对主的信心。最后，求主保护看顾富强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求主保守每一位会友的身体、家庭、夫妻的关系、工作、甲囡仔的关系，也求主继续用听来听富强教会每一位属你的囝儿。感谢主，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圣经，今仔圣经有2段，第一段《申命记》第11章第11节到第15节，第二段《约翰三书》第1章第1节到第2节。我来读。毋过你要离去神藉的地是有山有山谷，搁有雨水润泽的土地，是上主恁的上帝，规年透天在照顾。目睭常常地看顾的地，你若真正听从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诫命，听上主恁的上帝，专心专情服侍伊，伊就要照实为着恁的土地落春霖秋雨，互恁通收成五谷、新酒、甲新油。生命嘛，互恁的产业发草，通饲真生，安尼恁就要得到饱足。约翰三书第1章第1节到第2节，我来读。我中乐写配互亲爱的加油，你是我真心所听的。你亲像亲爱的朋友，我祝福你万事亨通。嘛，祝你身体健康，亲像你的心神遐尼啊勇壮。献诗，请以赛亚无屈，今仔要献的诗是：我要坚心到永远。献诗了，请牧师讲道。今仔讲道的题目是岁首到年中的文典。永远。
多主，谢谢，感谢主。多谢以赛亚牧区用这首真坚固信心的诗歌，带咱来敬拜上帝。咱的以赛亚牧区吼，就是咱即马台湾吼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啦吼，所以因是壮世代壮世代的代表。那照咱这个年龄的分布，也是讲咱台湾的这个人民吼，这个年纪的分布，照讲吼，咱的这个壮世代爱上济人的吼，因为到这婴儿潮的时代吼，大家拢是壮世代吼，所以咱真多谢因牧区用诗歌来带咱敬拜上帝。等下第二场因若要献诗，咱真期待讲这个牧区吼，安尼人愈多啦吼，因为这照人口的比率嘛吼，嘛讲后摆才坐袂落吼。比上年较济安尼吼，咱搁一边甲伊拍拍鼓励，多谢。咱要三甲来分享主的话，咱大声先来做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你的听无限的恩典。时间真紧，阮今咧迎接新年，用搁到伫一年的落尾，2004年紧紧就要过。主啊，回顾过去的一年。上帝，你安怎听阮？安怎怜悯甲保守阮？阮也要同款，搁一遍通过你的话来得到鼓励甲祝福。我们迎接新的一年，有缘会当领受这个对年头到年尾，这个恩典甲祝福，互阮牵条伊，掠到祝福的根源，掠到祝福的开力。伫你面前，愿你的话成就阮的帮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的中文的圣经讲是岁首到年终啦，台语是讲年头到年尾吼。咱新法律的圣经佮讲一句什么呢？规年烫天，捌讲过吼，规年烫天，表示什么？是拢无中断的，是一个延续的。咱今仔日伫2004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会记得吼，迄阵我还搁伫咱富强教会阵，咱拄仔咧迎接叫做千禧年，有印象无？2000年有无？迄阵有足大的一个一个时节，因为千年是足，咱伫学伫拄着，咱伫迎接2000年，无拍算讲目睭一个年。搁过1/4的世纪啊！咱伫要迎接25年，已经过25年去啊！少年人变中年啊，中年人变老大人啊，囡仔变少年家
一款的日子中间，那有人经历了丰盛，经历了真多上帝听恩典，但是嘛有人人生坎坎坷坷，起起落落。他这个日子是真公平，也无较亏待你，嘛无较优待我。是你的时间安怎经历了上帝恩典甲听？这就是咱伫这个公平的内底，咱要安怎天条对年头到年尾的恩典？我要通过今仔日的经文，甲咱三角来学习吼。头一段经文是上帝来应允伫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话，内容充满着真侪丰盛的应允，这是应允。第二段是一个长老写批予一个叫做该犹的兄弟，甲伊祝福三项祝福。咱嘛会使讲三拍子的祝福，嘛是讲三重的祝福。咱要通过这两段经文来领受讲，上帝应允之地的福气，大家拢爱，但是安怎得到？安怎持守？安怎坚固？迄个长老安怎来祝福该犹的祝福，也要临到伫咱。这是基督徒一个真重要一个关键。偏偏基督徒，先咱会领受祝福，伊拄袂着，这拢是咱一个信仰的一个学习。当咱提升是对上帝伫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应允吼。上帝以色列百姓领受十诫了后，就是颁布10条诫。摩西去到西奈山领受这10条诫，然后因开始要往迦南地进行的进程。上帝甲因应允一个真水的画面啦，真水的图画，就是要应允因到应允的地，就是迦南地、流里甲流米的地，有甚物款的情况是世间人感觉上水的境界。拢伫这个所在写入去。第一，上帝应允以色列百姓讲，要进入的土地有山有谷，也有雨水的滋润啦吼。台语圣经是讲，承接的地是有山有山谷，阁有雨水润泽的土地，滋润润泽。咱知影这个大自然这就是一个真咱讲四季安尼真调和。有山有谷有雨水，这是土地生产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第二，上主应允讲，恁的上帝对年头到年尾，规年通天，岁首到年终，拢要看顾这片土地。咱知影，台湾伫2004年，今年风台特别多，真多做失人，真多栽果子的。而且咱的同胞，哇，拢带咧等，因为风无调、雨无顺的时阵，你较够静，风一个来，果子若落，也是风伤早来，也是伤晚冷、伤早冷，拢袂使。所以今年有人讲迄个蜜较出较少，因为今年的天气怪怪。所以。上帝讲要看顾这片土地的意思，就是要互这个大自然非常的顺序调和，互伊会当照时阵照时节伫遐来生产，果子也好，稻麦也是所有的五谷菜色，拢会当安尼真正顺序来成长，有好的收成。然后上帝阁应允讲，上主会按时。互恁春林秋雨，互恁春林秋雨，这嘛是一个时节的一个应允啦，佮讲好呢，佮讲，互恁通收成五谷、新酒，佮橄榄油，也是讲新的油，这就是伊进入到一个受祝福的土地，润泽的土地。上帝看顾的土地，伊后来就自然，伊会有春雨有秋雨啦，咱的
第一任的牧师王牧师哦，伊的亲情吼，开一间公司，号名叫做秋武，唔知捌听过无吼？咱台湾足出名的一间印刷公司，叫做秋武印刷，秋武就是用这个名来号啦。上帝供应你春雨，嘛供应秋雨，拢有方便有利益伫这五谷菜色的收成。新酒就是表示这个果子是葡萄拢收成真多，橄榄嘛结子足多，所以会当刻遐个橄榄油。这是当然是几啊千年前迄款时代的祝福。事实你若甲伊应变应运，嘛会使讲是要互你伫你的事业、工作、生活这场的顶面丰丰富富。虽然咱无过劳产种作咱无过伫遐栽培果子咱无伫遐来种五谷，无伫遐来刻新酒，无伫遐刻橄榄油，但是上帝就是用种种的祝福要临到伫你，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要入去迦南地的应允啦最后一项，伊讲上主要供应精生的草料啦。有动物有精生，爱有草。伊讲要互这个产业来发草，饲精生，互恁得到巴掌，就是衣食拢无欠过。但是即话咱这是世间人一个上基本的需要，因为上帝应允互以色列百姓。咱若是人类，咱拢需要，咱拢爱得到，咱要仰望丰盛啦，无人讲这个我无需要，我唔免，因为咱属肉体的人就是属于这款的需要。丰盛是咱上帝应允，但是伫这话语的中间有几项提醒有几项的这个要求，就是上帝来宣示迄个要得恩典的条件。你讲要得？是安你有得，你无得？你要入去迦南地是安尼就是空空白白就要互你，你都爱有一个条件，你有一个安尼得恩典的道路祝福。下面是这经节所互咱的学习啦第一，伊讲你都爱谨慎遵行我今仔日颁布互恁的诫命，遵探主的诫命，这是第一爱要紧的。就爱听上主恁的上帝一心一意来侍奉伊，无偏左无偏右，无伫遐两心啦，就是尊敬上帝、敬畏上帝，这是第一项。上帝诫命，咱都有讲颁布10条诫嘛。你遵守我的诫命，我要互恁这款的祝福。上帝毋是讲人讲迄个爱的命令人也是讲一款迄个安尼定出的规矩要人守，安尼开始有虐待狂，毋是。上帝定的这律法，其实就是要互咱人行伫一条稳当、无受伤害。会当美好生命的道路。但是人都是乱足人就是有贪心人就是软者人是迄个有罪的这个个体所以常常会无爱守、唔愿守、袂晓守，佫唔知影通守。所以上帝意思讲，恁若安尼行。就亲像火车有一条轨道，互你走，你当真顺遂到伫你要去的所在。真侪人会误会讲上帝安尼好像虐待狂定，要甲咱要求啥应有啥。事实是上帝按照咱人的生命的本质，按照咱人迄个罪性的理解，就好亲像咱的医师要求一个病人讲，你都爱安尼复健。你都要按你来食药你都要按你来调整你的生活，你的身躯才会健康。就亲像一个教练知影这个囡仔，这个运动员，伊都爱什么款的调整，伊爱有什么款的重训，伊爱什么款的肌肉的这个调整，也是讲伊的这个运动的方法爱调整。
你欢喜军队我甲你做的，你毋才会当提升你的能力。啊，这拢是上帝会听所发布的，毋是伊跳工爱甲咱安尼真侪麻烦就对啦。啊，所以你爱遵守诫命，你就会得到这个恩典。第二，真重要提醒讲，毋通受诱惑来背离上主，意思讲看到其他遐假神啊、遐神明啊，用一大堆有诶无诶吼，甲你骗安尼，逐项好康诶拢要互你啦吼，你就偏离上帝啊，去拜别诶神明。事实兄弟姊妹，咱最近台湾迄诈骗实在是安尼，有啥讲无孔不入就对啦吼。逐个人捧钱啦，捧安尼几10万安尼，迄欠长内度都毋知安怎欠的毋甘食伤好，毋甘穿伤，毋过叫人叫你去寄钱，伊欢喜甲寄，是安怎会安尼呢？就是要拜别的神明，对毋对？贪心嘛，贪心的神你就来啊！所以你就无任何的迄个主动，拢想要去啦。人甲你银行的咱遮的职员甲你提醒，伊就讲你莫甲我管，咱陈佑长老的新妇伫银行咧上班，伊讲足侪迄种防止诈骗的足趣味的故事就对啦。咱甲讲伊都毋信，讲你甲我迄钱我的，你甲我插遐济要创啥呢？这就亲像人去拜别的神明，离开上主共意思。这上帝提醒咱，因为假神常常用迄个骗术、用话术、用话术，用真多迄个无影无食的应允要互你，叫你都爱对伊。第三，甚至上帝要求这以色列百姓爱做实际遵守命令的动作哦。伊讲爱记牢这诫命，刻伫心，甲这诫命绑伫你的手，滴伫额头。这是第18节，咱今日读无到遐吼。这个物件毋若是讲你爱记哦，伊讲你都爱绑伫手里，滴伫额头里，来提醒你。这是以色列百姓后来因加做一个民族的一个顶习惯就对啦，因的习惯。若到今仔日到今仔日2024年佫真侪犹太人，特别因遵守传统的即个犹太教的信仰的人，伊嘛是安尼装他，你敢知？伊讲上帝讲你都爱绑手嘛，你都爱叫带伫滴伫额头嘛。虽然伊讲这是一个象征，毋过以色列人讲你安怎写我就安尼做，伊就直接安尼做。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军人，你看伊头壳顶有一个亲像咧探照灯安尼有无？迄个毋是呢，迄是一个小小的经文的刻啊，经文盒啦。另外手绑遮侪大毋是讲现在时髦要绑迄手要互人看，像来起码足侪少年人拢爱刺青安尼伊毋是，伊是绑，逐日拢安尼呢。佫有真侪遐犹太的拉比因佫较严格，头壳顶一定要戴一顶，即嘛像安尼一顶皮帽一顶细帽迄都也袂遮风，也袂遮雨，先要戴一顶安尼这就是因照圣经的话，伫遐要遵守，到今仔日了，有真侪犹太人安尼做。佫来，伊讲爱甲这诫命教你的囝儿，爱教，父母爱教。毋是叫老师教，爱父母教家己的囝儿啦。所以若用今日话来讲咱逐个兄弟伫你的厝，你拢爱认真教你的囝儿、查某囝，你爱教你的孙，互伊明白上帝的真理，毋是甲责任撒互咱的老师啦老师一礼拜较加嘛是甲这囡仔斗阵1点外钟，哪会教会了？是你逐日的生活。逐日的家庭用主的话来教导因，
而且吼，毋若教导啊吼，爱甲这诫命写伫厝内的门框甲大门啦。这主的话吼，毋是干那爱活活来教咱这囡仔，佮教搭伫迄个大门顶悬。最近咱台南中会呢，有特别邀请到一位教授吼，这个刘慈慧教授，伊要来分享，伊较早是新竹的一个。等于较早新竹的师范大学，咧做儿童教育的专家啦，等于退休，到各地去咧宣讲。咱教会也是家庭安怎来教导咱的囝儿明白上帝的话较真理，因为迄就是要互因来领受上帝迄个春雨秋雨，也是春霖秋雨即款的祝福的一个根基甲关键。咱明年新春过，若有即款的活动，咱会甲咱的会友公布吼，广告，希望大家做伙来领受，做来听。听讲要伫后甲教会来举办啦吼，一个地区性的联合。伊讲要教你的囝，而且吼，为着要互你毋通袂记哩，就是除了咱拄啊讲读到遐，放即个经盒起啊，佮绑迄个大，而且伫你的厝嘛，共款来放一个这。到今日你若去以色列参观吼，真侪信犹太教的即个家庭，因拢有即款的装饰吼，看起来无介明显哦，毋过就是有哦，像安尼，迄叫做门框的经文夹。门框的一个刻安尼，内底一根像咱较早卷轴安尼啦吼。这是真正伫厝内的大门做的，你看，伊拢做变的，互你钉伫你的厝的大门顶，也是门框的顶面吼。像即款的，安尼什么？毋是一个做样子的。你入门就是看到这，你就是提醒上帝应允。你要得到祝福无？你有安尼做无？你有安尼遵守无？你有安尼来明白上帝诫命无？这是上帝应允互以色列百姓一个真重要、真重要的一个原则啦吼。当伫这段经文的尾啊吼，26节到28节，上帝足清楚讲哦，上帝足清楚讲，你要得到祝福，还是要领受咒诅，真清楚，就是一翻两瞪眼的对啊。清楚一边一边，伊讲百姓若遵行上帝一切诫命，就蒙祝福；假使若毋遵行，反倒去拜无人捌的神明，就受咒诅。所以，包括以色列百姓吼，因对信仰遐尼啊坚持。当然，咱嘛知影，伫以色列历史中间，通常受害、受艰苦、拄着灾难的，拢是去拜别的神明啊，去拜巴力啦吼，去拜。迦南地区遐个假神啦，上帝就刑罚，迄是足明显的，迄是上帝将以色列百姓的经历的故事，伫互咱一个镜，互咱看。你是要得到福气，还是要拄着灾难？甚至以色列百姓因为无遵从上帝的教示，亡国亡国2000年，迄实在是互咱感觉讲哇，若毋是上帝怜悯吼，这个民族老早就消失去啊。那有可能今仔日阁会伫这个迦南地遐来建功呢？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用上帝祝福应允以色列百姓的话，今仔日咱2004年的年尾，咱大家做伙伫主的面前，甲主求讨讲，对年头到年尾，对规年烫天，岁首到年终，咱要得到这款的祝福甲恩典。咱伫主的圣会，大家做伙敬拜上帝，三甲三亲三疼，大家互相勉励。咱毋只干那是讲要安尼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咱共款嘛要得到一个丰盛受祝福的生活，因为这是上帝明明甲咱讲的。这春霖秋雨的祝福，希望会当临到伫咱。咱若是讲小可来回顾。过去这一年吼，我感觉若用教会啦吼，我也希望讲兄弟姊妹，你伫这几日中间，伫新年元旦的时阵，你甲写了几项，讲上帝
伫2004年，你互我什么款稳定，我要感恩。是毋是有人拄着困难哦？有拄着侪的挫折甲失败，你嘛爱感恩，讲这，互你得到什么款的教导就对啦，得到什么款的学习，信心嘛是一种学习哦。当你用感恩的心到主面前的时阵，上帝知影你这款受教的心，伊就要将新的一年的恩典互你。那像咱教会，我感觉有即几项真大的祝福甲恩典。头一项是教会，咱对年头到年尾，逐项的事工拢足顺序啦，吼，足顺序来推动。啊，因为咱逐个团队、逐个小组、逐个牧区，也是遮个中级同工兄弟，逐个拢足尽心，互事工真顺序。咱伫顶半年举办的即个文道学校的培育嘛，足侪兄弟报名来参加。但新年吼，1月特别佫开始新的一期的文道学校啊。第三写毋对，第三吼，第7期的幸福小组嘛真顺利完成。咱呾进前伫洗礼有30位兄弟受洗。第4项是咱教会推动读圣经、背圣经、抄圣经，嘛有真侪好的修成。特别咱伫即几工接到真好的即个好消息，就是讲，咱进前到8、9月，是毋是咱有参加公布社举办举办即个抄诗篇。啊，咱就是讲哇，去年咱抄今年1本就不得了啊！咱嘛足侪人参加。啊，毋过即边是3倍呢要抄诗篇，毋知有人要参加无？哇！啊，一个讲落去啊，各小组大家小少哦小少哦。我知影，敢若有一个小组3人小组就10个人啊，10个人写，啊，而且有写完成哦。啊，今仔日迄个参加接受的名单拢印伫咱的周报内底，拢总35个写150篇的诗篇。啊，寄去到公报社惊一条，讲哇，啊，恁富强教会共占一半啦，因啊收到60个尔，啊，咱共占35个，超过一半。啊，所以因呢，咱即个公报社的记者就足好奇来问讲，啊，咱是安怎会当完成？啊，我有甲伊回应，我讲，毋是咱为着要追求讲有得到奖啦吼，啊，写完的人数偌高偌厉害，毋是，阮是讲，平常时咱就咧鼓励兄弟姊妹，用读圣经、背圣经、抄圣经来甲主亲近，来灵修。这灵修是基本的，啊，然后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展现吼，有的背金句，啊，有的抄圣经，有的来读1年的圣经。啊，所以因就抽奖，咱楼骹一楼打即个得奖名单哦，35个以外，咱有3、4位兄弟抽奖。啊，等于讲后礼拜若摕礼物来，咱再来颁奖就对。啊，咱教会因为占一半嘛抽到2个大奖，就是讲咱的教会奖安尼。啊，这是拢，互咱看见真侪兄弟，伊愿意配合教会的事工，啊，逐个逐日抄圣经来经历上帝的疼。啊，咱嘛要感谢主呢。咱教会咱的志强长老讲，咱今年咱总经费会超过2000万。2000万什么数字你敢知影？有一个，咱迄天咧开讲，有个牧师，有个兄弟咧讲，咱的教会一个月经费的收支就是咱有一寡较细间的教会1年的收支。咱一个月会当抵别个教会细间教会1年的收支，因为有的较弱小的教会，人较少的教会，因一个月才会当，1年才会当收百通万。但咱一个月就甲完成，这是每一个兄弟姊妹领受祝福的证据。咱为着家己拍拍者好无？感谢主，因为兄弟姊妹受祝福，你才有这个气力通做奉献。毋是咱比人较高，是你，咱要亲自对遮经历到上帝恩典，是真真正正实践伫你的生活中间。无人讲无钱借钱来咧奉献啦，可能加减有要去礼拜堂有啦。但是你就是有迄个气力，你才有迄个心通做奉献，也是讲你有迄个感动才会当做奉献。啊，
咱迎子明年，牧师也要邀请咱大家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2025年释教是咱49周年啊，49年啊。咱经过一年的筹备，50几年的庆典，对明年开始就实际咧叮当啊吼，就咧热身啊就对啦吼。啊，有真侪事工开始咧推展，硬体的改造，也是咱团队的这自救，以及各种事工的分享，拢开始咧进行。我真望咱要迎这50几年，啊嘛是明年一个对上帝领受的祝福，就是咱真正照圣经所甲咱应允的，我要遵守主的诫命，要领受上帝的教示甲旨意。啊，无偏左，无偏右，所以真期待咱所有的富强人，咱大家拢欢喜接受装备。有甚物款的造就的课程，有甚物款的查经的课程，有甚物款抄圣经，也是读圣经的课程，你唔通想是讲，哎呀，我无用啦，啊，我无开力啦，我无够啊。我有听到咱这35个抄圣经的这兄弟，因咧做见证，因拢是吼。伫职场上咧无闲做工课，毋是用。那讲退休吼，我有足侪时间哦，因就是分别做成就对啦。甲这段时间吼，我爱做10项代志，拢爱需要我去做，但是我就是第一项先做甲主亲近的事，迄是你的选择嘛。但是当你甲时间排出来，上帝就互你后壁顺序啦。你可能原来这个代志爱开偌侪时间，上帝讲好。你尊重我，我就效你后壁代志顺序。其实时间无加较侪，因为这是上帝一个法则了，对吧？应允的法则。所以我真期待，咱要迎这50几年，毋是一个空一个闹热庆祝那点，是因为咱逐个人拢受装备，真做更较上帝耶稣基督的精兵。逐个人拢会传福音，逐个人拢有咧灵修，逐个人拢咧参加聚会，逐个参加小组，逐个人做伙。或者富强教会迄个能量更较大，这是咱要领受祝福一个足重要的根基啦。啊，所以伫2025年，牧师也要透过这个长老甲加油祝福的3项，啊，甲咱三甲分享，咱拢蒙受这个3重的祝福。咱要领受这个祝福，有几项的提醒，就是每一个富强人，咱对上帝来追求、敲找新年的恩典。甲适合应允，第一，咱爱搁一遍确认，咱是上帝的囝。你若无这个确认，你就想讲啊，这个甲我有无关系啦？啊是讲我都毋免对啦，因为你是上帝的囝子。咱会记得今年的后半年，咱有几啊遍的讲到迄个思想，得到福气的思想，迄个观念有正确。啊，所以当你确认咱是上帝的囝子的时阵，你就知影我是当做。互后事，咱承受这个恩典甲祝福，甲咱主耶稣基督当做后事，这是咱圣经的应允啊！啊，所以咱确信、望是对咱的思想所来。当你有这款的观念甲确信的时阵，你就去掉，毋是对环境来。箴言第4章23，咱最爱读的圣经就係講：你要保守你的心，贏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對心發出。你的心若正，你對上帝的應允若去掉。你照上帝誡命若固守，你的果效就出来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大家来看见圣经这记载，咱确信上帝的兒女，毋是講我伫天的福氣，這本來就應允啊！你伫地面上現時現地，當你照上帝的旨意甲教示來行的時陣，你也要共款伫地面上蒙受豐盛蒙福的生活。这才是基督徒一个上大的祝福。昨甲咱这个影音团队咧食饭的时阵，啊，咱有执事同工咧分享讲牧师啊，我真正感觉足清楚呢。咱台湾160周年吼，啊，这历史中间吼，阮有看见真多早期信主的人，伊也毋是讲甚物款社会地位偌悬啊，伊就是人讲凡夫走卒嘛，甚至是罗汉脚安尼。但是因为接受这个福音吼，伊的囝儿孙拢受祝福。若是伊整个的教育拢提升，伊的囝儿孙伫社会拢真做足有影响力，
若要讲是种足成功的人，啊，像啊有信主甲无信主才遐尼济，是因为上帝应允本来就伫遐。这毋是空嘴部，只是包括咱在座兄弟姊妹，你拢会感受到敬畏上帝、顺服伫主、热心服侍的人，上帝就无看轻，上帝就应允。亚当夏娃当伊受造了后，上帝就伫这个经节内底应允。伊讲，上帝赐福因对因讲，要生炭，加添最多，充满全地，佮治理全地，嘛着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地上所有的会震动的生物。意思讲，这个祝福是上帝本来就应允的。兄弟姊妹，咱兄弟姊妹，特别是在座的少年人，咱爱有一个真清楚的信仰的态度。第一，就是真侪时阵有人讲啊，恁这来教会人哦，拢读歹去啊，像咧毛灰安尼啦吼，迄老人才有需要的，迄实在是大错特错，大错特错。毋是来洗脑啦，毋是啦，无遐够啊，是因为咱要来敲找迄个应允、受丰盛的生活、受祝福的规律。啊，所以信仰毋是一个神学概念吼，啊，安尼迄伦迄个神学的理论，毋是脑筋的游戏，毋是抽象的名词，是真真正正伫咱的生活中发生的。这信仰，这也是为何咱久啊就举办一个见证会，对吧？咱的兄弟起来见证，讲伊安怎得到应允？伊敢是编的故事，敢是家己编的？无啦，伊就是谦卑甲主求讨啊！啊，所以这个信仰，愈需要拍拼，愈需要伫社会精进的青年，咱愈需要，敢毋是？啊，咱退休啊，咱就安稳过日就好啊。所以愈少年的人愈需要，毋是老人。嘛毋是魔鬼，毋是。第三，咱看去圣经，凡有受祝福的，拢是伫地上丰盛啦。有人甲误会讲啊，这是毋是成功神学吼？啊，基督徒伫圣经对头到尾全本所写的，就是讲啊，你若遵趁诫命，啊，照我的意思行，你就要伫地面上丰盛，你的子孙多多。啊，想讲这是咧讲假的啊？毋是啊，上帝应允就是安尼啊。你伫地面上经历着丰盛，你毋则讲啊，你去天顶更较丰富啊！啊，若无吼，伫地面上，逐项拢袂顺吼，啊，你讲这上帝应允是真诶假的，你就会怀疑嘛。啊，所以咱看去圣经内面对亚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大卫、所罗门遮的因受祝福，拢是伫地面上就领受即款的祝福啊。兄弟姊妹，咱最后要领受，共款享受着即个。约翰长老对家有的3项祝福，这是真宝贵吼。就像即个雅比书的祝福嘛是共款，的祈祷嘛是共款。伊讲：亲爱的朋友，我祝你啥？事事顺利。我祝你身体健康。我祝你呀，亲像你的灵性健壮一样。啊，这有人甲称呼做3重的祝福，啊，有人甲讲这是3拍子的祝福啦。啊，你要得到这款的祝福。有一个程序哦，吼。后来咱教会啊，经过遮久吼，大家该延伸啦，吼，延伸一个标语叫做3步5祝福，3步5祝福。意思你有成这3步，就要领受后壁才会祝福。3步是啥物呢？咱就是要用上帝的能力来接触人，来关怀人3个步调。第一，大有能力的祈祷，你爱有祈祷的生活。你爱为着人祈祷，为着国家社会来祈祷。第二，你大有能力的关怀，迄个关怀是引带人信主上重要的一个关键。你人甲人无交插，突然讲你来信耶稣真好，人讲你若无去插我，你哪会讲耶稣偌好？你的听是互人感动的第一要素。第三就是大有能力的福音行动，意思是咱要领受这个祝福，咱大声有这款的行动，祈祷、关怀。甲福音的行动，然后原来3个祝福甲分较幼啦，用现代生活咱的需要吼。啊，这是对英文的祝福 bless， B L E S S 5字字母
落去听的吼。第一，就是 body， 就是身体健康；第二是 labor， 就是讲工作甲事业的形成；第三是 emotional， 就是心灵的喜乐；第四是 social， 就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真美善；第五是 spiritual， 就是你的灵命成熟健壮。但即位这5项祝福，你若去甲所有人讲，这5项你敢爱？你敢有需要？人也甲你讲我无需要，我想迄是，若毋是甲你抬杠吼，就是雕工要压你啦。迄是真正，咱逐人都需要。所以，咱印尼周报内底拢有印这5项，讲兄弟姊妹，常常用这5项祝福别人，写批也是写来吼，也是讲你为着家内人，为着家己祝福这5项，就是身体勇健、工作事业的形成、心灵的喜乐、人际关系的美善，还佫灵命成熟的健壮。这5项伫周报内底拢有。我希望这3部佫5祝福，是真侪咱富强人2025年一个标志，一个咱经历着较丰盛祝福的一个代表。真期待咱全体富强人，咱看见上帝的提醒应允，就是你愿意遵守主的话。所以教会大家研讨足侪的活动，研讨足侪的事工，毋是讲为着要把这个节目表排好满，是为着咱大家拢要追找这个上帝应允甲祝福迄个轨道互出来。然后真期待咱兄弟姊妹，袂有啥物款的家己讲这我有我家己的想法啦，我甲你无共款。因为一个教会同心合意做伙做工，这上帝上欢喜、上安尼。上水的应允要伫咱中间，期待咱，因为咱遵守主的话，咱对2025年，搁2、3天了后，对年头到年尾，对规年通天，咱拢领受这款祝福甲恩典，然后咱让用着真水，对上帝来的应允，咱欢喜快乐，要迎接2025年，就是2026年是咱的52年。真紧就到，咱进前才咧讲啦，定搁1年就到啊！愿主亲自将这款的祝福，春林秋雨的祝福，逐项恩典听通伫咱中间，因为咱有欢喜遵谈主的话，照主的教示来行。下面咱要做一个祈祷，然后要准备来为着咱在有需要的兄弟来做。异地的祈祷甲祝福，咱大声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早前伫颁布10条诫的时阵，就对百姓来应允。我要入去圣洁的地是有山有谷，阁有雨水润泽的土地，是上帝规年通天咧照顾，目睭常常看顾的土地，是阮领受着春林秋雨。互五谷收成、新酒甲新油的美好应允，总是阮都要谦卑遵守主你的教示，照主你的话来行，顺服你上帝你的呼召，毋是用人的办法、人的聪明甲骄傲，甲上帝来对决。主啊，阮实在是真软弱，知影阮有时目睭看无清，阮的思想无真清楚。意思，阮照家己的肉体的意思去行，煞离开你的道路。别上帝，愿阮所有富强人，大家因为更较爱读圣经、抄圣经，更较认捌上帝你，也通过抄圣经经历了上帝你无限的恩典甲祝福，最的见证伫阮的中间咧发生。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真做富强人，是因为阮欢喜遵守，欢喜来执行。要行往上帝祝福的道路，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感谢主，我下面也要为着所有需要的兄弟来代祷，求你亲自甲阮同在，圣神应允伫阮伫面前，伫你面前所有的恳求，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伫吟这首诗歌的中间，咱请敬拜团来让亚麦歌来斗唱哈，赐我自由。这时阵在吟的时阵，咱就勇敢。
甲主讲，主啊，我要领受一款的祝福，到头前来。啊，咱大道团长老、小组长也准备来做服侍。原则上，咱是兄弟来服侍兄弟，啊，姊妹来服侍姊妹。咱咧唱的中间，咱就开始来进行，咱做来吟这条使我自由，使我自由。大家来吟，来开始运动。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勇敢出来，勇敢出来，免客气哦。为爱民，来到我的生命，活出我生活中的忧愁。大家让小看，让这小看来到主面前，的不安，主的心啊，哈利路亚。凡到主面前的，主无看轻，主要看重。你对主的困求，主自由，世间虽有劳苦担当，主的心话互我。搁一遍，搁一遍，请服侍同工来到头前。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活出我生命中的忧愁，活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是有劳苦担当，主的心话，互我自由。在音乐中，咱开始要请同工来服侍。在头前的兄弟姊妹，因的需要甲欠缺，咱奉主的名来祝福因。咱伫座位中的兄弟，伫线顶的兄弟，咱大家同心祈祷，因为上帝看重是咱的内心，对咱的迫切的恳求，愿上帝应允伫主面前咱所有的恳求。咁咱同心来祈祷，同心来祝福，同心来仰望，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愿上帝应允临到伫阮所有兄弟姊妹身上，平安甲喜乐。快乐甲医治，拢临到伫咱在兄弟姊妹身上，哈利路亚，感谢主，愿主的应允通过咱的交谈，通过代祷啊，来得到祝福。咱继续来吟首诗歌，轻轻啊唱，来唱一条诗歌。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活出我生活中的忧愁，活出我心中的不安。哈利路亚！求主应允咱的面，咱的恳求，感谢主，恩待医治临到伫咱所有兄弟姊妹身上。哈利路亚！感谢主，愿平安的主，喜乐医治，喜乐平安，喜乐。永驻，是了健康，是了喜乐，伫阮所有兄弟姊妹身上，同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平安甲喜乐，拢临到因。咱这兄弟姊妹拢起立好无？做来吟首诗歌。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得出我生活中的忧愁，活出我心中的不安。再吟，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劳苦担当，主的心话互我自由。这是要奉主的名来祝福，徛伫头前，才会需要兄弟。也要请兄弟姊妹，把你的手放伫咱的心，而咱大家人拢需要
对上帝来恩典、怜悯、祝福。也是线顶的兄弟，咱同心为着这事，牧师奉主的名来祝福。天天主我的上帝，主你看重我的内心，就亲像圣经迄个妇人人，借着信心来到主耶稣的身边，望着伊的衫躯，因为这个信心就带来医治伫教士的身上。爸上帝，我也确信，徛伫头前这兄弟，因心中有大大的迫切甲需要。无论是肉体的病痛，啊心中的忧愁烦恼，以及因心内所看虑、所期待的事，阮通过同工的换手祈祷，是阮要伫你的面前坦诚阮家己的欠缺、阮的软弱甲无足，求上帝应允咱伫你面前的恳求，是你要看见上帝你真正是信实的上帝，是应允的上帝。是医治的上帝，奉你名来祝福，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阮逐个人，阮恳求你，也阮真正亲像上帝你伫圣经内面三重的祝福，也是三步五祝福，就是阮大家领受着健康的身体，领受着工作事业、学业的兴盛，领受着心灵的喜乐甲平安，领受着人甲人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谐喜乐，也特别互阮有灵命的永驻。主啊，这5项的祝福，愿你施恩赐福伫阮所有兄弟姊妹，无论是在场，也是伫线顶的兄弟姊妹，伫头前这兄弟姊妹。我阁少念伫周报中间有侪阮大岛的兄弟，有病痛兄弟，无论是长期静养的兄弟，也是康复中的兄弟，也是近期接受治疗。有的还阁伫病院咧静养的兄弟，爸上帝啊，你知影因的需要，知影因的欠缺，知影因需要你的医治，愿上帝照你的应允，临到伫因的中间，像你看重阮伫你面前谦卑的求讨，愿上帝亲自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旨意，照你美好应允赐福伫阮所有兄弟姊妹身上，奉你的名来祝福，徛伫头前这兄弟以及所有阮大家伫你面前谦卑恳求的人。伫你面前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拍拍耳朵主，谢谢大家请回座，大家请回座，请坐，请坐。那个时间交予咱的司会，咱请执事开始准备来收奉献。请咱这位来奉献。有来啊！做礼拜，好，中上咧坐啊。好。请起立，咱做伙来祝福的诗歌。甘心的红叶，主我愿意；容易的红叶，主所欢喜。主听。
报告大仙，请咱先掀开周报最后一页，咱做伙来念迄个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请。世事无信，就袂为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者的，的确有信有，也是报效遐有义的人。最后报告，请掀开周报第2页。后主理敬拜何西同工，请咱家己看。第3页。聚会出席信息，请咱家己看。第4页第1项，本会定下主理正月5号举行心灵中职甲首长就任式，长老2位，执事3位，首长甲牧区小组长，请为因来祈祷代祷。第2项，中部代祷事工征求第51期代祷同工的后主日正月5号举行祝福彩排礼。第3项，本会救助圣诞庆典顺利完成，感谢全体兄弟同心参与活塞。第4点，教会财务部事工报告，请各单位年度会计报册提交检查，伫2020年正月12前交予办公室。感恩节4到50喜年庆典奉献，感谢兄弟踊跃参加奉献，累计奉献金额175笔，金额1,17430块，欢迎欢迎继续做奉献。第5页，本会为定2月23召开定期会员好会，请伫正月12以前交出报告资料。第6项，本会第1期重要事工，请咱家己看。第7项，本会手抄诗篇活动顺利完成。第8项，少年团契定伫今仔日下晡3点举行真言抄写奉献祝福礼拜。第9项，教会开始收集二手空用的衫，请会友会当摕来教会集中伫地下室。第6页，集体交通，请咱家己看。门徒培育事工甲演示会消息，这部分请牧师补充报告。第8页，集体交通，本会请咱家己看。财务部奉献，若有处理的，请联络财务部，请牧师报告补充报告。咱看的中间，我先报告这个投影片内底哈。咱富强教会文道学校
新年度的即个学校要开始啊，1月19，吼，真紧，过3礼拜后，咱就要来开始。啊，牧师特别的邀请，咱兄弟姊妹，这无分新老啦，吼，你若还未参加的，拢会当来报名。我印象真深，咱即个以赛亚牧区吼，咱的婷珍姐，婷珍姐伫倒？吼，这上好的学生啊，伊为着要参加文道学校吼，第1场礼拜去参加学校，啊，然后第2场来再参加华语礼拜，啊，让伊都顺利完成。伊即马变学长啊，吼，啊，咱真鼓励，无分年纪老少年，吼，咱大家，意思讲真期待，所有富强人拢有经历过这20课的课程，就正一个成人主义都共款嘛，吼，啊，所以欢迎你，唔通想讲啊，这少年人，也是讲这新势力的兄弟，当然，咱特别。拜托咱所有的小组长特别来鼓励吼，拄啊2礼拜前洗礼这个城镇爱来参加这，因为你会当随清楚明白讲，做一个基督徒到底是好伫倒啦，吼，啊我能得到心肝的造就啦，吼，啊我要明白圣经的话，迄是20课是足重要，啊所以咱无分老少年，你是讲啊牧师我目色歹啊，袂要紧，你去听嘛袂要紧，啊所以咱若安尼有可能第1场礼拜。那伤侪人报煞无啥人礼拜啊，啊，甲第2场较侪人啊，无一定，啊，不过袂要紧，就是讲你有一场，第1场9点开始的即个学校，啊，第2场10点40再来参加，啊，50再来参加第2场礼拜，啊，你伫个早起补奉献到上帝，就亲像拄则牧师分享的讲，你有按照我的教示来行，你的祝福的应允就要临到伫你，啊，这点鼓励哦，特别是小组长。啊，来鼓吹，那你还未经过，啊，咱拢来参加吼。那我的印象，我无详细统计，咱教会至少有1半以上的兄弟已经读过啊。咱第1次办这个民道校是100几个参加呢，100几人啊，吼，100几人安尼。啊，所以也未吼，咱拢甲抬甲拢有就对啦吼。第2，咱这是课表哈，咱伫迄个。电梯遐有搭吼，啊，咱若要爱详细课表，你咪咱甲干事讨，讲我要一张课表的时间安尼吼。佮第2，咱拄则有报告，牧师讲道中有报告讲，即张是公布吼，即礼拜刊的公布，甲所有参加的名单拢刊出来吼，就是咱抄圣经、抄诗篇。中间我特别要恭喜啦吼，咱有抽奖哦吼，内面有甚物人呢？有咱的范青梅，青梅是咱的。小组的兄弟吼，是毋是？啊，第2是高文珍，哈，文珍有得奖，啊，佮玉群嘛有得奖，啊，佮美娟老师嘛有得奖，吼。后礼拜因会送礼物来，啊，到时咱来补办奖安尼吼。啊，咱教会本身嘛有得到啦吼。另外，咱下晡咱的上帝团契吼，因嘛有抄箴言，啊，因要举办一个箴言奉献的礼拜，啊，附近的教会有参加的拢要做伙来。啊，你若想讲哇，因安那抄诗、抄箴言得到祝福的，恁拢来参加来听。下晡吼，下晡3点吼，下晡3点欢迎咱来参加。好啊，拄则迄个报告内面有1、2项，我来补充啦吼。头1项是讲，咱后礼拜要就任式，因为咱用第1场来做就任啦吼，啊，所以咱遮的就任的名单，请你拢第1场爱来吼。啊，第2场咱来报告，互咱第2场的会友讲有甚物人来就任安尼吼。啊，第2是咱后礼拜嘛要共款做即个中保大道的祝福的车派礼，啊，所以咱有参加中保大道第1场甲第2场拢要同时做车派，啊，请兄弟啊有参加拢爱来哦吼。咱搁一遍感谢咱即个圣诞节庆祝拢真顺遂来完成，特别顶礼拜咱有举行即个圣诞的赞美礼拜吼。啊，咱的乐团啊，咱圣歌的唱了非常的好。啊，特别今年有一个亮点，就是咱的主日学生吼，唱啊真有迄维也纳儿童合唱团的水准安尼吼。啊，因那轻轻啊唱啊袂紧张，糟糕搞啊，迄拢是咱年轻长老甲指导的。望咱后摆吼，儿童献声队会当成立吼，啊，定来来献诗咧，搁较好啦吼。好啊，拄则有讲到迄个二手啊，咱的回收吼，二手米吼。牧师嘛要做一个提醒，咱要关护咱的建山教会啊，咱毋通想讲，哎哟，啊这毋值的，互你啊，兄弟姐，你物件轻好，你讲，即个物件若要送我有事，我会爱袂？啊，你若无爱，嘛茫互人安尼啊。意思讲，我无用到的，对毋对？
你无用着，咱好人毋通讲啊，这我毋知啊。啊，当然你衫袂清洁，迄嘛是，迄是好诶衫，啊，毋过袂清洁，迄种会当送。啊，若破去啦吼，也是臭臭烂烂，毋通啊。迄人本数人都无爱知啊，佫何况要送人吼。啊，所以有那共款一下，咱知影礼物吼，送人爱有一个诚意嘛。咱毋茫讲毋茫爱乌白钱啊，规包啦弹去，毋通啦。咱来款好好，那最后会当分类，话要互囡仔一克啊，衫一克啊，遐用品一克啊，安尼人在场会讲，啊人这个人真正真有诚意吼。啊，咱毋是进济啦，是分享。啊，而且呢，咱二手米，咱顶2礼拜有做义卖吼，哇，真侪人拣着报呢。啊，所以吼，佫真侪好米啊，佫留伫1楼。咱今仔日吼，最后一摆，你若毋捌去巡的，落去楼骹巡看卖。啊，咱有请同工佫去遐拍卖一下、画一下啊吼，有真侪物件，有真侪遮个所有的衫裤，若有趣味，啊会当甲买转去，啊这会当帮助咱要社区的遮个软弱的人吼，啊加弱势的家庭，安尼就对啦吼。最后牧师要报告就是讲，咱佫剩无几份的迄个福音卫历，若假使你有需要，咱就是要送到遐为止哈。若有需要2份的，咱去转去吼。后礼拜咱新年啊嘛吼，所以咱要改换迄个祈祷的回应诗，佫阿门颂吼。这咱司琴较重要，伊若有注意甲咱弹，咱就会晓唱安尼吼。咱遮指挥司琴，咱大家注意一下吼。咱年底伫将会找咱教会无上班啦吼，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而且我有看到吼，咱进前的这个林森路教会郑牧师因夫妇来参加咱的礼拜，咱甲伊拍拍者好无？来，欢迎伊哈，欢迎恁哈。郑牧师因夫妇伫咱的厝边啦吼，因最近休假中，咱继续为伊祈祷上帝祝福，因过来服侍吼。咱甲时间交予咱的师会。上营请起立，同心诗歌耶和华祝福满满，因是你刷请牧师祝祷。这条诗歌是咱教会姊妹所做的哦，咱的教会姊妹吼，所以来吟。山中的白灵丝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修事真好气，予你彰化的结实，显出听堂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落沙。恩典主爱已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学落称颂伊名永无煞。哈利耶和华，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恩典主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学落称颂伊名永无煞。愿耶和华赐福满满，伫咱所有兄弟姊妹身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夫妻相通，甲咱正大家三合伫地。迎即新的一年，也恩典满满伫咱中间，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等大家请坐来别道闭会。我兄弟。
礼顿礼拜结束，请兄弟姊妹互相请安。